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布布，请好，火车到站啦！小朋友今仔日吼，咱要来讲台语摕宝藏，恁台语好无？好。好，等下咱就尽量讲台语，这宝藏吼就会当愈摕愈侪哦。好，我来问看卖石门神，石门神你到底的？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哎哟，外口的冷风哦，吹到我安尼死阵。啊，你安尼拢穿短袖衣啊，外口一定足寒。小朋友，恁敢有想要入来神殿？有。安尼石门神来问恁一个问题，小朋友，请恁讲出一个会当让身躯烧复起来的方法。叫辉哥，你伫咧棉被内底做运动，穿碰西衫，穿碰西衫。哦，恁对这种方式哦，拢非常了解，相信摕到宝藏绝对无问题。那呢，今麦摕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新北活化捷运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就是这个神殿啦。哦，你不是汉信，你报告呢？敢讲你内底无穿？你哪知？我真正足寒你是足乖哦。足寒啦！才足寒时阵，除了恁讲哦，通爱食遐火锅啊，也是讲吹遐烧气啊，还有啥物方法？运动是毋是袂歹？你是毋对新店来？对。新店的冬天是毋足寒的？足寒的哦！你若是足寒的时阵，你要做运动会做啥物运动？拍篮球。拍篮球。拍排球。拍排球。啊，若亲像我即马要甲身躯练起来，哦，做一寡运动暖身，你感觉要做啥较好？洗温泉。我讲即马咧，我要去倒去洗温泉。穿碰西衫。哦，即马穿碰西衫。啊，是谁会当教阮做运动吼？当一下呢？哇，像哦，你较甲我做运动。好啊好啊。无你甲阮教一，互阮身躯较烈一下，好无？来，好，下个吹咧哦。阮对你做，你看穿短咱应该会较寒，咱做伙做吼，做伙跳起来。开始。哦，先跑步哦，走起来。走，第二个。哦，哇，哇，卡行啊悬哦。第三个。哦，第四个。再快紧，嘿。第四个。我唔知。哦，唔知哦。袂歹。哇，烧起来。有烧起来。哇，多谢。安尼，大家对寒天敢若拢真了解。即摆要来考恁，甲寒天有关系的题目，有信心无？有。准备接触，进来卡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若想到寒天哦，我上介意去厝洗。厝煞了，就去浸温泉。啊，恁冬天上爱做啥代志？做文你爱做啥代志？冬天的时阵。困。啊，用棍呢？困。我是困。珠酸。食火锅。食火锅，对啦，冬天就爱食火锅，看是食咸的，还是食啥物口味的？
回婷，耍手机啊！算手较水哦。好，真正是每一个人感觉无共啦。好啊，即马第一关就要考恁甲冬天有关系的物件哦。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好来，林大家加油！这无准哦，这无准哦，醒着哦。起鸡起无皮，鸡，起鸡无皮，唔对唔对，好，起鸡无皮，好来阿金加油！差一珠珠啊，哦，接着，冷气团，对，勇敢的讲出来就对啊。冷气团，啊，无对，加油哦！回停，回停，回停，回停啊！回停无接到，醒姐，都无对，看这无，平均哦有。红金，水哦，按紧，按紧，米皮，水水水，面皮面皮，冬天一定要加面皮，面椒皮啊，无对，平均来改新姐啊，阮差一组啊，鱼啊啦，在活跳跳，珠酸，螺丝，水啊，落雪，嘿，酸，酸哦，真熬真熬，结霜当霜。寒流，寒流无唔对，哎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波乱，波乱对，荡胸，当胸，荡胸，好，啊，这位，荡胸来，哎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嘿，哎，对对，乌龙山，乌龙山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真强嘿，乌用衫乌用衫乌用衫，手头，是手套手套，你看，这的物件拢是甲冬天、甲寒天有关系。不会，啊，对对对，啊你真巧嘿，对对对，袂晓就紧后一题啊。隔冰，对对。嘿，红魔，真熬真熬。来，啊哟，哦，较紧点，较紧，较手，那我手，这无准哦，这无准哦。哎，醒掉醒掉，牛毛衫，真熬羽毛衫。来来来，接起来，接起来。大寒，水大寒，讲了真好，来来来，同尾一题是谁讲着？大寒，哦大寒，因为拄好是24个节气，哦咱会讲大寒，啊嘛有小寒，啊咱即摆看头先有倒位无讲着，起价啥物皮？起鸡乌皮，哎，无毋对，啊再来有一个冷冻龟啊嘛，哦冻，冻甲冻起来，所以咱是冻冻伤胸。哦，冻冻冻伤，对对，冻伤。哦，啊，搁咱拼音的部分是哦，体温，体温，向向看到忽然间会念袂出来哦，体温。哦，啊，搁有一个，哎呀，袖啊，球啊，袖啊，袖啊，就是咱的外套嘛。哦，瓦袖头，啊油啊，哦，安尼拢有了解啊，拢念了真准，真厉害。咱来看觅啊，恁拢总着到1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小米，真后第一关就拢摕到啊，所以后一关就看恁继续甲好好的表现出来，好唔好？好，加油，准备这招拼来噶！台语上练档，连下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播落来进前，看摇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各位小朋友，啊，恁毋捌出过世，啊，恁敢捌看过世？无，哦，安尼可能恁拢无拄到迄落足冷的时阵。好，即马刷来要考恁的，甲温度有关系。准备好哦，体力真重要哦。准备接招，拼来噶，加油！会使扣啊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哦！虽然你笑嗨嗨，看起来真古锥，啊，毋过嘛是爱来请我食，请我食。第一个题目，第一个题目，若是发烧的时阵要留啥？好，来，继续继续，加油！加油哎，加油你叫较紧的，恁朋友真正无体力啦吼。加油哦，速度爱催落哦。第二个题目，第二个题目，好来，的时阵会安怎？感冒的时阵，是哪哦？还是鼻啊？鼻啊？鼻啊！啊，啊！好
继续 Q， 继续 Q， 哦，加油加油，紧的哦。加油哦！热天的时阵要食啥？热天的时阵要食啥？好，来继续继续。第四个题目，哎呦，嘛是一句话就约出来啊，唔知影是对唔对呢？哎，上热的时阵，就热，你安怎？无爽快。哦哦，速度真慢哦，咱的练嘛愈练愈紧啊哦。嘿，中秋节你要创啥？好，拢叫出来啊！好，拢有答案啊！啊，毋过对唔对咧，咱唔知影，准备来看卖一个新来个。哦，我相信咱的小朋友算完第一关，应该是体温拢压悬啊。有压真悬无？我肺停落来，敢若你流汗有流汗哦。但是体温算是约了介紧哦。头先你是安怎讲？发烧的时阵，你会量啥物？哦，会量啥物？对，量体温。啊，还有即马去所有的所在，一定爱量超的。市嘛是按超市爱量，啊，每一个所在拢爱量，就是体温。咱来看卖这是啥物温？哦，室温。室温。室温就算讲咱即个空间内面的出室温。内底嘛，厝内面，也是咱即个空间，就是内面的温度嘛。啊，这气温，或者咱看气候，咱今日差不多意外感受，差不多19度，差不多，这样准哦。应该差不多吧。上来这个题目，咱记这个题目的答案是拍卡球。若是拍卡球，你看到拍卡球要安怎形容？你头先有小去讲着。感冒。感冒的时阵，出声音，出声音，会出声音的啦。啊，这摆出声音吗？咳嗽会出声音的。敢若流鼻水袂出声音，啊，若是这两个要分别，要安怎讲？我想看。拍卡球是毋是过敏的时阵会拍卡球啊？哦，过敏敢会哦。空气无好的时阵嘛会啊。过敏空气无好，好安尼咱来看后一题。哦，这就真紧啊！恁头先讲啥水药噻？长长的米，长长的啊，就热的时阵会啊，食。最热的时阵会食。会食的哦。会食，咱看卖其他会食无？冷盘甲冷水。冷水。板豆的，咱都会头一项菜。哎呦，对咧，咱会先食冷盘。咱这搞恁定定去用请的哦。无哦，好，钓沙。头先你是讲热天热天的时就热阵，的啊，足热的，你会安怎？你会安怎？就久，无爽快。发烧吧。啊对，啊你有讲到无爽快，哈，我来讲卖。哦，航吧，这一个讲就随着的，安怎讲？中秋节时阵会创啥？会创啥？就是航吧嘛。啊，火锅呀，形容火锅。火锅。天气冷的时，对天气冷时阵食会的物件。对，啊，还有无？内底有足侪料的。足侪料。好，咱来看卖介绍。哦，红烧。好，啊，若是这个答案是红烧，要安怎讲？你煮肉煮鱼会安怎？厉害。有妈咪，有妈咪的一种口味。哇，这两个足好吃的咧！哇，你两个有够好吃的。像啊，头先冷盘拢袂因讲的，甲食有关系拢伊问伊两个就对啊。哇，拢讲摕到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好，马上要来进行上尾一关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小姐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寒天的时阵，真正完全无想要起来啦，就想要温在眠床内面，是毋是甲我同款？嘿，遮足爱困的朋友拢同款。对。即摆要带大家去看全台湾唯一的即个牛仔尸皮的所在，伊敢若伊伫做尔，咱做伙来看卖。现来个。伫苗栗西潭的内山有一个所在，专门咧饲牛仔。这个牛仔吐的丝会当做牛仔尸皮哦。毋过，听讲即马全台湾敢若剩一个人还阁咧做。咱的牛仔壳拢是小日本，后来咱会较计数较悬啊。
伊就走去法国去买卖啊，吼，所以咱的台湾艺术就甲废掉啊。我含咱某就讲，也时啊配，大行人足爱用，无论安怎，技术爱留伫国家。你若种真正爱复原的时阵，你较有技术啊，所以阮才有这款的心，这款的坚持，咱直直留落来。啊，好佳在哦，有头家的坚持，互咱伫咧寒天哦，阁会当夹着温暖的牛仔丝被呢。啊，我想到一个俗语哦，叫做“六月棉被紧人夹”，恁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？哦，6月棉被紧人夹是啥物意思？到底这句话意思是啥？咱请洪记记甲白雪雪。白雪雪为头讲到尾，互恁大家趁钱趁家伙。哦，简单来讲呢，就是吼，有的人体质无共款，伫咧6月时阵哦，有够热的，伊嘛是介意加这个棉被呢，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有的人就是甲别人无共款，安尼你知影无？我会讲这个人，无共款，无共款，对，无共款。恁看洪记记安怎讲？红记记无恁知，听我一定笑嗨嗨哦！我甲恁讲啦，这句话呢，就是咧讲6月，对于天气遮尔啊烧热，啊棉被吼通常拢无路用，所以吼，你看伫咧这个状况，啊这个棉被佫会紧人夹，就是意思讲吼，人的目睭生伫咧头壳顶，安尼知无？你讲每一个人拢无啥共款，啊是你讲这个人的目睭生伫咧头壳顶？6月棉被紧人夹，啊是棉被紧人夹。有淡薄难诶，你愈讲愈难。哦，歹势，歹听我，歹听。恁家己讨论，恁感觉？倒一个人讲的较是洪记记讲的较有道理，还是白雪雪讲的较有道理？白雪雪，为什么是白雪雪会定？因为无可能，本来就是每一个人有，每一个人体质拢无共款。啊对吼，所以恁决定要选咯。白雪雪，确定哦。好，确定。好，来，咁安尼，白雪雪。所以恁决定要选咯。白雪雪，确定哦。好，确定。好，来，咁安尼，白雪雪。哦，对啦！厉害，无唔对啦，就是体质无共款嘛。对，其实拢讲了真准，就是足在人的啦。安尼了解哦？了解。安尼马上来看后一题。一尾牛仔哦，要大到当做爷仔，差不多爱50天的时间。伫咧这个期间，爱食足侪牛仔血，牛仔血煲啊煲，吞落去腹内，当然哦，嘛会放牛仔屎。讲到是屎哦，却是这项好物会当泡养生茶哦。这辣润仔烧哦，啉落去有香味呢。讲到啉烧茶，恁敢知影倒一字嘛有啉的意思咧？哦，倒一字有啉的意思。恁即摆敢有饲过牛啊？无，拢捌饲过。无。啊，你有食过？啊，毋是食过。你有啉过牛仔屎泡茶无？来，咱即摆马上为恁，来，咱即摆有4杯，来，食人啉看嘛。迄毋知啥物味哦，不要紧，恁内面若是有过关吼，我就请你啉，一人一罐。好，到底倒一个字无啉的意思？来，洪记记白雪雪，就是哈哈大笑这个哈哩。若是吼，我要请你来去啉一杯烧茶，我会当讲，行，我带你来去哈一杯茶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好，咱听看卖，白雪雪讲哈，咱看洪记记讲啥？这毋是咧，这字吼叫做好，咱拢会讲好开。啊，好开呢，就是以前迄茶做烧的时阵，咱呢好家己吼分互恁，啊，咱嘛会当讲好茶哦。每一个人无共嘛。好，哎呦，主文你感觉咧，倒一个人讲的较正确？是哈还是呼？还是
是哈呼。呼，我感觉是呼。刚刚是红记记讲的哦。就是好啦，好。好。好。啊，英军呢？唔知影咧。唔知哦。慧婷呢？我感觉是红记记。哦，红记记讲的。周酸呢？我嘛感觉是红记记。红记记？有啥物呀？多姐。第三声我想一个，想一个哦。然后都被冰盘，会冰盘。白谢谢。白谢谢。哇，真正冰盘，所以恁决定要选白谢谢。干嘛呢？真正的好，好气这个好嘛，好嘛有约定的意思。咱有讲照品照行嘛，冇讲照好照行，就是甲你做一个约束。照好照行，对毋是解？照好照行。好，真牛！咱即马来看卖啊！哇，恁拢总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新店来的小朋友真正厉害，3金箍箍拢你摕到，希望你会当摕到宝藏哦！힘来噶！3届的机会，机会真大啦！啊，你有特别无介意倒一个动物咯，还是特别介意倒一个动物？哪你是介意还是无介意？无介意。无介意，安尼就这个就是袂，其他3个。3个。哎，万一因若倒伫迄个，安尼啦。这是足歹讲的，足歹讲。第一个先甲定出来。当尾刷牛还是就好？当尾山牛，哦，因拢是对上水的开始敬。好，当尾山牛第一个金箍箍，请起来。啊！哎呦，第一个机会无啊，不要紧，还有2个金箍够2箍。机会，就好，梅花龙，就好。选这紧，还是要先啉一杯茶才开始？确定哦？敢有可能宝藏就伫内面呢？加油哦！请起来！加油！啊！哇！去年无啊，剩上尾一个机会。梅花龙啊！梅花鹿也是哪里？敢会是伫个你上无介意的哪里内面？就算讲你无摕到宝藏，你有摕到金箍箍啊配迄牛仔西地。啊，不过今仔日表现甲遮好的呢。表现超好，我知哎啊。好，哪里？你要选哪里哦？我嘛唔知哦。勇敢就甲选了，好啦。所以恁确定要选，一开始就甲伊放喺上边仔的哪里？确定？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，请起来！拜托拜托，哪里呢？哇！请颁奖！还是个倒椅啊！赞！来，应该看卖下是好啊，真足看咱这个游戏真好耍哦，有足侪项好食的，夜市好食的，小食物。今仔日才有法度摕到这么侪金箍箍，摕到宝藏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有大意。再会。